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中国一个姓王的查甫人，讲伊伫中国负债，想要来台湾生活。伊为中国德江驶树林船来台湾，昨透早6点外，伫新北的南口互发现。发现即阵是甲财船受压禁见。海巡甲消防人员将树林船游进河边，将顶挂人插上岸，发现伊严重脱水，马上送医人道治疗。这个中国籍的姓王查甫人，讲伫中国欠债，导致有现化机的树林船为浙江宁波驶向台湾。14透早伫南口沿岸互人发现，船长3.6公尺，经查没有人为疏失，海巡署正全面充实各项计划，已完成纲要审查。海巡署表示，因为树林船无单，雷达航迹回收，拢无发现不明的航迹。了解动机了后，报车侦办。新北地方法院法官审问了后，认为被告姓王查甫人涉犯入出国移民法第71条第1项无经许可入境犯罪，嫌疑重大有逃亡，故传向犯罪府有羁押必要，应该羁押告禁止甲其通信。发生陆客偷渡事件，难免会引发敏感的国安神经，而是不是背后有其他的目的或动机，相关国安单位也应该要好好的厘清。以这个距离呢，又是橡皮艇，如果它又没有一个可以指向的一个方式的话，其实是有蛮多可疑的地方，所以不排除是一个灰色地带的侵扰。陆委会强调，无鼓励用非法方式禁止咱的国境，主管机关会继续加强边境管理，来维护国家安全、社会稳定。海巡署是强调，要全面检标红华山这现象期，精监侦设备，佮充实无人机来建造新式南艇仔计划。中秋节要到啊，金门海面阁无平静。中国海警船为13驶至金门水域了后，14阁有4只海警船接近限制水域。海巡人员马上反应，调度4只顺风艇来驱离，也呼吁中国毋通阁安尼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